今仔日一开始，咱要来关心一个山难的事故。伫礼拜五，有2个人去爬玉山，无细字跋落山坎。因为这个工啊，山顶测试搜救有较困难，昨昏找到的时阵，这2个人已经不幸过往。还佫有另外2个人去南投爬山，嘛失去联络。即马人是有找到啊，毋过已经罹难啊。四川的山丘，一个人去爬连过万岭古道，本来是讲20要落山，怎找无人，失去联络。搜救人员伫咧离岸接到通报，昨伫深谷山脚的溪沟发现伊的尸体，这已经是南投境内找到的第4个山难的尸体。另外一位伫咧20家己一个去爬河环西方的四川的山友也失去联络，尸体伫咧昨日到踮河环区南沙坝附近发现，搜救人员将尸体搬到较空旷的所在，由空军总队直升机吊挂。来自高雄的2位同事，敢若伫咧玉山的主北方莫王坡设的300公尺深的山坎不幸死亡。搜救人员经过4点多钟，将尸体吊挂落山。虽然有太阳或是阳光，但是对于冰雪变硬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。台湾今年3月高山路大雪，山路积雪结冰，常常听到高山的事故。每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有内政部一直伫咧宣导，高山积雪要扬较慢，结冰的步道正危险，唔通互好天气骗去。去伫山顶雪贵的山宝、冰波头、冰了，还有安全帽一定要穿。若看山路甲天气无法度应付，就要赶紧落山。另外，伫嘉义阿里山德福亚古道，有一位训练人身体无爽快，倒伫涂骹，抢救无效。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，接续急救李姓妇人，急救持续近2个小时，李姓妇人仍无法恢复生命迹象。警方讲，60岁姓李的训练人，李甲伊的朋友责任去古道健行，因为行较慢，家己一个人行伫咧上后壁。另外4位山友发现伊倒伫咧涂骹了，赶紧通知消防队来救，不过也是无法度恢复生命现象，上尾也加速动机停止急救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